若讲起咱缘分，亲像早注定，咱来自无同所在，却相逢台北。后来你先转去，分别一南一北，为何再相会？敢讲搁是命？送你去病院迄时，人讲啥你拢毋听，我叫你爱勇敢，因为实在无囝，又听到你话声，讲我又不是男生，敢知影这句话，真正使人心痛。